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已经有97档历史的原台南水道，在1982年任务结束了后就封起来。台南市政府在2014年向自来水公司取得建物甲设备进行征收，预计在10月10号双十节当天重新开幕对外开放。从过去本来是一个自来水公司的一个可能要废弃的一个净水厂，然后经过活化，然后最后经过美化、优化之后，成为一个市民以及观光客可以来这边游憩休闲的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在整个的过程中，事实上在整个的施工中，已经有许多的游客在还没有完成的这个场域来这个休闲了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盛况可期、热闹可期。接下来的这个国庆假期一定是人潮满满。黄伟特伫1号这天视察水道博物馆，伊表示，这座水道博物馆重现建筑美学，嘛具有教育意义。建筑甲广大草地，预计将会成为新的网红热点。这个地方，坦白讲，虽然是属于过去原来台南县的山上区但是它的交通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不管从国道3、国道8，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省道台一线，这个交通是非常方便的。那我们将来也陆陆续续考虑在这边举办一些活动，那其实还没有举办活动，我们就已经觉得盛况可期了。周边又有我们的苗圃园区，山上苗圃，所以我觉得其实尤其在将来的新年假期里面，一片花海，我觉得地方。这个不吸引人，不稀客也难。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是我们是热切期待的。台南水道博物馆除了历史悠久以外，伫内部嘛有保留14座快滤桶以及试验器材。官方嘛将伫10月10号正式开园，11号嘛邀请悠人神鼓来表演。12、13两天嘛有深深剧场再来互动式演出，民众不妨趁着国庆日4天的连假，规划一场台南的旅游。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第2回教育委员会召集人蔡宏全的带领，包括多位委员会成员以及南区在地议员林美燕、蔡淑惠、甲吕维英等人，拢到龙岗国小来关心校舍改建的进度。由校长陈彦良亲自简报，为了打造在地海洋特色的学校，校长嘛提出2大诉求，包括珍惜社区的共读站、假日剧场，甲具有海洋创意的游具等。不过，伫个硬体建设经费内面，却无包括软体，引发家长会甲多位议员的不满。设备啊，啥物拢有啦，问题就是迄软体无，真正无软体。因为经费有当时要编进前编，无一棍头编落搞，即摆拢编了一撮一撮伫遐走。遐软体啊，麻烦者，软体遐个部分因为你若教室空空，内底也无黑板也无啥物，我看迄嘛无法度人上课我们都愿意在今天这样的会刊背书，你需求的多少钱？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请教育部再给我们这个主题的东西？如果不行，我们请教育局来编列预算，让它符合学校我们未来要发展海洋学校的那个主题。我想在座议员都愿意为你去做这样的一个争取。共读站的一个部分这个亲子共读站也好，社区共读站也好那我想这个教育局的部分应该要努力啦努力的部分是其实这个中央有资源那这个应该要协助这个学校去这个跟教育部去申请这个社区共读站那个部分。我们请教育局全力的协助，在2月启用前校舍启用前协助学校相关的软体还有一些不足的软硬体的一个需求，全力的协助那个预算全力的支援不足的部分赶快纳入预算。对此，市府教育局官员嘛回应，校舍的重建无可能无包括软体。伫个硬体完工以后，市府会搁再向教育部来争取经费，
不足的部分，教育局嘛会증xét。我们在整个计划执行之初，就跟学校讲，这间学校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盖好之后，学生进去，老师进去就能够上课。所以绝对不是，应该不是吧？里面怎么可能是什么都没有吗？你不讲软体有没有啦？一些软体建设有没有？可是也当地上课，总控。啊，无伊也较来买安尼对。来，我补充一点，对啦，它确实有东西，例如黑板，6个班有6个，但是电脑教室呢，课任教室呢没有。桌椅有。桌椅用旧的嘛，啊，旧的如果不堪使用，可能会再补充。对，会再补充新的，但就是旧有可以堪用的，就是留下来继续用。虽然校方有意调向海洋特色的学校来规划，不过现场嘛有议员质疑，海洋特色到底是要供学生使用，或者是吸引游客？现场嘛引发议员的争议，尤其到昆新旅游的游客，因为找无洗手间，往往拢到学校来方便。不过相对的嘛造成校方的不便，敢若是增设洗手间的位置，就引发争议，要求市府应该找出平衡点，才会解决游客甲校方的不便。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议员林美燕日前邀集市府干务局甲施工单位实地会勘华南地下道的整修工程，虽然驶向东的方向目前仍在施工。不过，对地下道的出口排水沟的积水，质疑施工单位无将周遭的排水纳入，而且路边的排水口间隔距离有18公尺，要求干务局爱同盘检讨，缩短距离，避免影响排水的功能。在整个工程里面，我们有看到，在立体的方面，它有些地方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今天到现在要求，公务局这边能够再一次的加强，能够完成，让立体能够完成到位，这是一点。第二，针对排水的部分哈，我想18米嘛哈，距离18米嘛哈，对，所有的排水孔哦，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距离还是太长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中间再多加一个排水孔啊。第三个就是在量化的部分，我们觉得在地下道进出口这个部分还是严重的不足啊，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加强。第一个是量化的部分，第二个是绿里的部分，第三个是排水部分，我们都会带回去，然后重新检视，然后看后续怎么样来处理。好，然后至于那个机车道宽度部分，我刚刚议员有讲到哈，我们这次有把它拓宽成50公分，相信对于行人安全有很大的帮助。另外，有关地下机车道的照明以及地下道的出入口光线深受冲击，甲机车道的拓宽、人行道部分，因为出入口的围墙伤低，恐惊影响到景观。议员嘛希望增加绿色的植栽，要求市府要做就一概做好，避免日后重新搁施作。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因为建筑风格并无符合国内市场的主流，所以当年伫国外从事艺术设计赖良文，10当前因为家庭因素返来台南，嘛会重新思考会当为台湾做啥物。为这种伫北区的透天厝诞生，才说明伊甲家后要联手提供艺术新人有展览的舞台。我们当初的动机就是这样，只是希望年轻人有一个平台，让他能够展现。那这是我们最起初的动机，就是把这个空间打造说，让年轻人他可以那个来展出，而不是申请展或者是邀请展。他一开始他没有名，但是他需要有一个舞台，我们希望有给他这个舞台。该艺术设计中心对今年3月运作到今，已经办过5摆展览，包括立委陈天辉嘛甲因借场地开记者会。不过现实的挑战就是一个月营运爱烧10几万走袂去。为了永续经营，现阶段因阁加做简单的餐点甲饮料，其中伫饮料部分特别讲究健康养生，用往来柠檬等水果来发酵，做成气泡果汁。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个酵素这个东西需要时间去酿造，起码要半年以上，它才能够酿成原汁。现在大家看到这是原汁，那再来我把它变成气泡水，所以希望给下一代喝健康的东西，不要太多的负担。
相信和本土的艺术新人有展演的空间，有机会出头天，加上恁带啉天然健康，相信就是现阶段因要为台湾所做的，毋望得到回响。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国际连锁五彩饭店集团以顺时令加冬季理念，选用在地食材的菜，除了会当吃到上新鲜的物产以外，阁会当替在地农民增加收入，同时嘛更具有环保意识。10月就是台南人家大出的时节，饭店业者特别设计出结合台菜、马来菜、上海菜料理手法，推出各种人家的创意料理，就是要让消费者吃了健康又阁欢喜。我放进去呢是代替了腰果。就把那个咖喱酱汁呢，就给它浓稠起来。那其实呢，这吃起来呢，跟真正腰果的呢，这菱角的其实比较入味，更好吃。除了在台南相关地标餐厅会当享用到红林料理，在饭店的自助餐厅，同款嘛会当享用到这的创意大餐。我们的醉月楼以及我们的远东咖啡的餐厅，个别都会推出实在当季红林入菜的一个创意料理。那这个美食的一个活动呢，会由我们的行政主厨黄义柔带领我们的厨师团队，那亲自走访我们台南非常著名的关田的菱角园去采收红林。那以我们的上海市的醉月楼的特色的一个料理的手法，以及我们的10楼远东咖啡厅，它结合西式与台式的一个料理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融合的一个技法将这样子的一个菱角，将颠覆大家一般比较熟悉的清蒸的菱角或者是菱角排骨的一个菜，去提供给大家。红林创意料理为10月1号到10月30号，在饭店醉月楼以及自助餐厅拢会当吃到。欢迎爱吃美食的民众，卡手就要紧。台南新闻张文松采访报道。因为10年前一场佛画展，让艺术家黄秋梅亲身受到感动，从此展开甲佛画的因缘。10年来持续创作不少佛教艺术的作品。同时，为了增加画图技巧，黄秋梅在49岁时阵，甚至阁进入中原大学进修。学成了后，转来到因缘的起点佛光山南台北院开展，一言心中甲菩萨约定。我的主题就是与菩萨有约。那当然就是在10年前看到，就是来看到那个施金辉老师的活画展之后，内心真的是会觉得说非常感动。那一直想说，我如果经由我这样子画的话，有没有来送人家，是不是跟人家结缘，是不是也会产生很好的善缘？但是我不会画，我不是这个专业领域的那个，所以那因为特殊的因缘，就是菩萨牵缘，就让我认识了沈正乾，长荣大学的沈正乾教授。那跟他学了之后，学了4年之后，才发现说，原来这个领域是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所以那时候才毅然决然就是到了长荣大学去进修，对，直到现在才有这样子的成果。虽然不是很成熟，但是也很感动。黄秋梅在中原大学指导教授沈正乾在开展这天嘛特别来到现场支持，表示黄秋梅是近年来上优秀的学生，不管是在家庭也或是学业上，拢兼顾了真好。那最难能可贵就是说，他这几年可以用2句话来概括一下：术德兼备，然后呢家校两全，
还要兼顾到家里的一个长辈要照顾，还有小孩子。另外他自己也有工作啊，在学校呢，他学科已经好几次第1名哈，每学期会拿第1名。然后他的话，术科也进步很多，所以我想这样是比一般的大学生更不容易。南台北医总住持满洲法师表示，星云大师致力在佛化人间化、生活化、艺文化，就由艺术为点，同款嘛当带动佛教的方法。10年前，他到南台北院美术馆参观活画展之后，那个活画之美，在他内心呢澎湃不已，因此激发了他创作的一个动力。这一股不可思议的能量持续了10年，所以10年后的今天，他再度回到南台北院，展出《与菩萨有约》。这个正是星云大师他这一生致力于文化艺术弘扬佛法，让这个佛法生活化、人间化、艺文化。也就是说呢，让这个佛教艺术可以让所有参观者启发他内心的一个真善美，启发他人格的一个升华与净化，增添人间的善美。甲菩萨有约，黄秋梅个展目前当伫咧南台北医大楼展出中，展期一直到10月31号为止，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2019台南市义长杯小小演说家儿童竞考比赛，10月19号将伫咧亚洲餐旅学校登场。主办单位台南女国际青商会出钱出力，准备有奖金奖状，要来鼓励台南市各中小学生报名参赛，伫舞台上展现自信。语言的表达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李青山他们有看到小朋友从小就必须要他们能够达到他们的语言的表达。这是语言的表达，甚至在台上的表演的情况之下，他们能够自我肯定。从小，如果这个小朋友在台上的寻找之后，他有信心的话，他未来在面临他的人生，信心最重要啊！你有信心的话啦，你有信心，你就是会当去面对所有的一切。信心有够重要啊！所以这个部分我想。也透过会长跟我讲，他为什么要有就是做一个就是每一年而且小小演说家的一个就是这个比赛，这个比赛希望能够让我们小朋友从小就能够扎根，用语言表达，包括他对人生未来充满着希望。台南女国际青商会举办的小小演说家儿童竞考比赛，今年已经迈入第3届。特别是过去只有国语演讲比赛，今年佫特别增加台语的项目，希望借由比赛唤起小朋友对着语言的兴趣，以及提升口语表达能力。那我们小小演说家今年是第3届，那我们以往的2届呢，就针对是国语的版本，我们今年增加台语的，为什么？公台一买通嘛，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社会，现在很多外国人都来学台语啦，相对的，我们也要训练我们小朋友讲台语，所以我们今年的题目都是比用简单的方式来做表演。那我们这次比赛的时间是在10月19号礼拜六，早上8点半到12点，在亚洲餐旅学校。那边非常好停车。相对的，除了比赛之外，小朋友也担心我在比赛之前我要怎么撰稿，不要担心，我们在10月6号礼拜天早上9点到12点，在我们台南市东区的会馆。亚博饭店的22楼，我们也举办了一个赛前的训练营，我们有请专业的老师来教你演讲的技巧，以及台语的老师来教阮俗语安怎讲，讲较好，讲较趣味，讲较得人听。因为今年是首次将台语列入比赛项目，主办单位特别在比赛进前安排免费训练营，邀请专业的台语老师教导学生演讲的技巧，欢迎台南市各中小的学生踊跃报名，培养自信。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